谢了公。有的个是我下努人送伊来的。四平辈，堂堂的相貌，又如此英勇，确实是一名好笑。王有意要甲收起来做东床驸马，王爷，你意下如何？西凉书信刻二达，奉龙主之命，前来拜见苏万岁，听旨行表。克二代，在你速速回朝去禀报李家龙主，本帅已经收下行表，会即刻回朝禀奏我王圣上。从今以后，两国相安，绝对袂阁再动起这个病道啊！是，多谢苏万岁。苏万岁，我军虽然是连战连胜，但是要攻破西凉国，至少也落爱半段时间。唔知要死伤偌济兵马，想袂到西凉国王救活啊！这拢是爱全靠我王万岁奉护。赶紧宣进，四神拢进见。是。慢车。苏万岁，关系到四先锋的代志，我将一直拢无机会禀报。伊昨暝，伊昨暝是安怎？伊昨暝醉啉到醉茫茫，伊讲伊要单枪匹马，要擒那道大战公主倒头，怎了骑就暗中袂放，怎了分到反赢去了。你为什么人唔甲主动呢？我哪讲无甲主动呢？都是我大赶紧徛只尾，全伫甲对赶。也毋过风中烈马，走到咧背，一般的行啊，袂哪有法度来甲规个着咧。看一直到四季过去的时阵，才对到反应。也毋过看了醉茫茫的四仙风，已经是伫咧大战公主的手中啊！四仙风啊！四仙风！
人死是不能复生，伤心嘛是无路用啊。要离开的时阵，后表再三的交代，叫我无论安怎来照顾伊，死嘛会使。如今事出意外，若是花条之后，是要叫我安怎样对后表的交代？这都怪我唔好啦！昨暝杯醉酒，我一家就讲伊搁减啉几杯啊咯，都怪我唔好。好啦好啦，搁再讲起，你赶紧传令下去，令你透早，咱就办事会调。遵命。徐将军，启禀龙主，公主甲太清龙求见。哦，因倒转来。是。父王，新里顶一家的人战败回来，求父王恕罪。这是国王出旨叫恁倒转来，无罪，起来，起来。夏父王，是皇叔。皇叔，我军虽然是战败，也毋过心里还阁有胜利的把握。皇叔，你为什么派救兵关岛等写下航表，对大同投降呢？皇帝啊，战争并不是一件好事啊！自从咱出兵以来，损失人力财力，百姓也无得到安居乐业，所以国王想起当时不应该听军师的话，就来甲大同打击兵多。所以我决心写行诗行表，快化艰苦为乐表，让百姓过一个安定的日子啊！父王，你这样爱民如主，真是一位贤明的君王。启禀龙主，西去有一笔马，载着一名东将，击被我军擒获，请龙主下旨定断。东将是一名白袍将军。那现在人呢？现在还阁混迷不清。安尼好，该送入宫内，国王亲身看一下。是。是，果然是国王在梦中梦见白袍将军。父王，
伊是东野的神农官四平贵。哦，对，此人勇不可当，当军大胜我军数十阵，全是这人的功劳。伊是安怎？会来到阮西寮国？有的确是我夏我林送伊来的。四平贵，堂堂的相貌，又如此英勇，确实是一名的好将。国王有意要甲收起来做东床驸马，王爷，你意下如何？王爷，你哪会点点不讲？你有愿意要继续四平贵？父王，你若要安共问啦？王爷的婚事应该是由父王你来做主，你有何必多问呢？王姐，千万不可！皇帝，你是要劝国王唔通收四平贵来做驸马是？是，我对伊十分的了解。四平贵一心忠义大道，实事，你若是招伊做驸马，伊若是以后都会倒转去中原，公主终身是要靠什么人呢？我相信，伊绝对袂多走，哦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这件婚姻是天注定的。天注定。国王在梦中梦见白虎将军四平贵来到西凉，当时空中出现八字，东床坦服定定西凉。若毋是讲事先有这款梦，国王敢遐简单就甲收起来做驸马是？既然是安尼，心里也无啥物话通讲。也毋过，皇姐，你要招伊做驸马，必须爱加强来监视，以防日后夺回中原。好，监视四平贵这个任务，皇帝你来担任。心里遵旨。